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景希言網友交流。之前呢就有網友呢想我講下江美儀嘅八字啦，咁所以今日呢就嚟分享下佢嘅八字嘅。咁江美儀呢就係71年9月20號出世啦，咁佢嘅三柱八字呢就係呢個辛亥年啦、丁酉月、戊申日嘅。時辰呢我哋唔知啦，但係呢睇到呢三柱嚟講呢，我哋已經清楚知道呢，佢就係一個呢雙官配印嘅一個格局嚟嘅。咁月支係有金雙官啦，就透出呢一個雙官辛金喺年干嘅。咁佢咧呢個雙官咧就帶桃花嘅，所以咧其實雙官係代表一個演藝啦，一個表演事業啦，藝術啊嗰啲方面嘅嘢啦。咁而雙官帶桃花咧，咁佢就更加咧係其實適宜呢一個表演藝術嘅，所以咧佢入去電視圈裏面咧就係非常之啱佢啦，係揀啱咗一個職業嘅。我哋睇到咧，佢當然係辛弱啦，因為辛酉已經半會金方，咁有雙官透干，咁佢冇日主辛弱，雙官食傷生財。佢既然係雙官格咧，咁佢亦都係咧食傷生財咧係好嘅，即係配翻到佢個格局嘅。但係咧佢係辛弱，所以咧呢點印星咧就係重要啦。對於佢嚟講，都呢個就係一個比較靚嘅一個雙官格局嚟㗎。因為咧，呢一個印星咧要發揮到好嘅作用咧，就係要係喺一個雙官重嘅情況下，而有一點印星透出，而呢點印星咧，亦都係喺地支度有根氣咧，咁就係為之一個好嘅雙官配印。但係咧就絕不能夠咧話係一個印星咧多過雙官。如果印星係太旺而係克制到雙官太過嘅時候咧，咁呢個咧就唔係一個好嘅雙官配印嚟噶啦。所以咧我會覺得咧推斷佢咧佢嗰個時辰咧係幾尾時咧，都會係有機會啦。印星就通根喺亥水嘅甲木裏面啦，亥藏壬甲，亦都係咧通根喺呢一個未土入面咧，未藏己丁月，咁亦都係有一個丁火嘅印星嘅根氣喺度啦，咁就啱翻佢嘅。咁因為咧，如果喺呢個時候嚟到講咧，佢其實咧就唔算係身太弱嘅，因為始終咧戌土亦都係有強根喺未土啦，咁亦都係咧喺佢之後行嗰啲大運裏面咧，見到財星點解佢會特別係好咧？冇一個財破印嘅現象咧，咁亦都係可以解釋到嘅。咁我哋就首先再睇下佢個行運啦。咁6歲上運嘅第一柱運係戊戌啦，同呢個時支嚟講咧就戌未刑啦。上運嘅時候就一般般啦，咁亦都係不過不失嘅，因為始終咧佢用印嚟講咧，印星冇受傷，咁喺少年運嚟講咧都叫做OK。咁辛酉戌咧就會咗一個金方。佢自己嚟講咧，嗰個食傷又係更加重啦，亦都係更加發揮到佢印星嘅作用，所以咧佢嗰個讀書嚟講咧就唔會係太差啦。呢個雙官配印配得靚嘅時候咧，係一個聰明嘅象徵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江美儀咧都係有一個學士嘅學位啦，咁佢個學歷咧係唔算差嘅，尤其是係佢都已經係71年出世人。第二柱運啦，就係佢都開始叫做少少掂到呢個娛樂圈嘅一個運嚟噶啦，己亥大運啦，咁就係16歲上運。咁地支咧就係亥水，地支係食傷生財嘅。咁根據呢個維基資料咧，就話佢係喺92年嘅時候咧，幫老細買飯嘅時候咧，佢嗰世做緊秘書嘅，就俾個星探上中啦，咁就開始咧轉咗行，派呢個廣告做模特兒嘅。咁我哋睇到咧呢一年咧，天干有偏財星透出，咁佢本身雙官生財，所以咧佢會喺一年咧嗰個才藝啊、才華啊，就會俾人哋發掘得到。同埋咧就係丁壬相合，我哋會睇翻佢之後一啲際遇咧，佢嘅好運咧，即係一啲好嘅流年咧，都係喺呢啲壬癸透干，即係財星翻嚟透干嘅年份裏面咧係出現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財印相合嘅現象啦。咁呢個財印相合咧，如果係合得好嘅時候咧，係代表到咧呢一個命主咧都會有機會咧名利雙收啦，因為一個好嘅名聲咧而係得到利益嘅，即係一個財印相合、丁壬相合。咁但係咧呢一個財印相合咧要做到好嘅結果咧，而唔係做財破印咧，有一個條件喺度嘅，就係要身本身咧唔可以太弱啦。咁同埋咧財星同埋印星咧，即使喺原局裏面咧就唔可以係大家黐住啦。如果黐住咧，互相影響咧就唔得噶啦。咁或者咧，如果有呢個官煞喺度咧，亦都係 OK 嘅。咁但係咧，我哋會睇翻佢91年啦，係辛未。咁呢一年咧，如果佢係未時嘅時候咧，
咁亦都係咧未土係復任咗時支啦，所以咧其實佢自己嚟講咧，可能91年嘅時候咧喺個工作，即係佢本身做嗰個工作度咧，都係會已經係有啲變化，佢可能咧已經係有諗其他嘅出路，所以咧去到92年嘅時候咧，有人係俾一個機會佢，佢就會咧係去接住呢個機會。咁就去到呢一個97年開始，26歲開始嘅庚子大運啦，食神生財嘅大運，而呢個子水財星咧，亦都係帶桃花，所以真係整定咧，佢係會入咗呢一個咧演藝嘅事業裏面啦。因為財星帶桃花或者食傷帶桃花咧，呢啲都係適合一啲演藝嘅職業啊。咁天干咧就係食傷齊透啦，亦都係有一個表演嘅天分或者表演嘅一個強烈嘅慾望喺度啦。97年咧，佢係入咗亞視啦。咁如果佢未時嘅時候咧，呢一個流年地支同埋一個時支咧丑未沖，咁呢啲時支受沖啊、受刑啊、復任嘅時候咧，都係可以代表呢一個工作啊、事業上面嘅轉向啦。之後咧，佢06年嘅丙戌咧就係結婚嘅，咁佢就係同吳君如個細佬咧結婚。咁我哋咧留意下佢咧嗰一年咧06年嘅時候咧，辛酉戌匯成咗金方啦，亦都係匯入咗自己嘅日支啊。咁然之後咧，天干咧就透印啦，呢一個丙火嘅印星，印星亦都係代表一個正式嘅婚姻咧，就係一個訊息嚟嘅。所以咧喺呢啲咧流年同原局咧匯入日支匯成方局嘅時候咧，咁亦都係有一個結婚嘅訊息喺度啦。咁好有可能咧喺呢個04年嘅時候咧，流年甲申啦，辛金復任日支都已經係識咗噶，尤其是咧05年咧乙酉啦，官星透干係食神合官嘅。咁可能咧，佢哋個感情更加穩定咧，就係喺05年啦，因為食神合官，亦都係可能喺依年咧就已經05年嘅乙酉咧就談婚論嫁啦。然之後咧就去到36歲開始嘅辛丑大運啊，辛丑大運咧如果未時嘅時候咧，佢係丑未相沖啦，即係大運嘅地支同呢一個時支又在丑未相沖。咁就會係咧有一個更加大嘅一個事業嘅轉向。事實上咧，亦都係真係喺呢一個大運裏面咧發生咗，就係佢就係轉投咗去 TVB 啦。09年嘅己丑年啦，流年丑土再嚟啦，咁樣未時又再丑未沖，咁就係流年呢個09年咧就係應期啦，佢就係咧轉投咗去 TVB。咁當然佢去咗 TVB 之後咧就有更高嘅知名度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喺亞視度咧就係叫做平平穩穩咁樣發展啦。我有啲印象咧，佢好似講過咧點樣去離開亞視咧，就係要簽約嘅時候咧，即係啲條件咧太苛刻啦。每一集咧拍嗰啲劇咧，嗰啲錢咧實在太奀啦，咁令到佢咧係不得不走。咁亦都可以睇到咧，佢真係一個用印嘅人嚟嘅，因為咧佢印星透干啦，仲係一個正印星。咁所以佢咧其實本身個人咧，雖然佢係有演藝嘅天分，亦都係中意表演嘅事業啊。因為佢食雙重啊嘛，呢個雙官帶桃花。但係其實咧，因為佢有個印星喺度咧，佢始終都係一個咧係比較保守啦，係中意穩陣嘅人嚟嘅。咁事實上咧，佢亦都係有一啲比較好嘅發展啦。咁主要咧就係行啱咗嗰個流年係行得好。呢一個印星咧。雖然即使佢有根啦，但係其實咧喺原局嚟講咧，佢應該個根氣就唔強嘅。因為如果佢原局咧就見到人卯嘅根氣咧，即係見到強根嘅話咧，佢嗰個成就咧，佢嗰個演藝成就咧就唔止係今日咁啊。咁佢分分鐘咧就係金馬獎啊、金像獎係可以去到嗰啲級數啊。如果佢嗰個印星嘅配合再好啲嘅話，但係 anyway 啦，佢始終咧都係咧行到木生火運啊，同埋一啲火方局嘅流年咧彈起嘅。因為咧我哋睇到啦，2010庚寅啦，11年辛卯，12年壬辰，咁就係呢個咧寅卯辰嘅3年嘅木方流年咧，佢就係連續3年咧都係提名咗呢個最佳嘅女配角啦。咁尤其是喺11年咧，呢個辛卯年咧係提名咗呢個視后添。因為咧，如果佢係未時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睇到咧係一個亥卯未咧就匯咗木方。咁木方咧即係官嘅方局啦，咁即係咧嗰個名氣咧就係大增啦。所以咧佢喺11年咧仲係提名埋呢個視后噶，13年嘅貴姪，佢就係憑呢一個衝上雲霄2咧就係提名一個最佳女配角啦，亦都係咧獲得咗呢個最佳女配角嘅獎項。咁呢個係佢嘅零的突破咧。我哋睇下呢一年咧個貴姪年咧係貴丁沖啦，貴水財星沖呢一個印星丁火，然之後咧就係自亥相沖。呢一個自火偏印咧，同一個年支嘅亥水咧係自亥相沖，但係佢就喺呢一個貴丁沖、自亥沖嘅流年咧，攞到一個最佳女配角。咁
咁呢個咧佢就係喺一年咧做到一個水火既濟嘅妙用喺度。咁點解呢一個印星係受沖都冇事咧？咁就係因為咧佢雖然係用印，但係咧佢就係應該係本身咧嗰個根氣咧都唔弱，都有喺度嘅。如果佢本身咧個根氣係太弱，即係地支係完全冇根氣咧，咁佢呢個印星咧就唔傷得噶啦。就更加上咧喺一年嘅季節咧，就係同佢呢個日主咧係天合地合啦，戊癸相合啦，自身相合，咁所以咧嗰年咧特別如意啦，佢就攞到一個好嘅成績啦。15年嘅月尾啦，咁啊官星透干，咁啊傷官克官，但係咧佢就係有時候呢啲咁樣嘅流年裏面咧，佢就反而係仲有個人氣，因為佢本身係做一個演藝事業啊嘛。喺克官嘅年份咧，反而係代表佢係憑住自己嘅演藝咧攞到嗰個人氣。15年咧就係事後提名嘅，但係咧16年嘅時候咧就離婚啦。咁當然啦，呢一年咧就係流年嗰個辛金咧就係伏任咗日支啦，嗰個婚姻咧都係有變係正常嘅。佢哋個觸發點咧好可能咧喺呢個月尾年咧就已經係發生咗啦，因為咧呢個官星咧受克，嗱官星受克咧，佢演藝嚟講咧就攞到人氣啊，感情嘅層面上面咧。始終官星都係代表老公啊情人啊嘛，咁你傷官去克官，始終都係代表呢個老公或者情人咧就保唔住啦。46歲開始嘅壬寅大運，呢一個大運地支人木咧就係同呢一個日子咧係人身相沖啦，咁可以預見咧佢喺呢一個運裏面咧就會有一個轉捩點嘅一個階段嚟嘅。咁同埋咧呢個天干咧壬水透干咧偏財透干，而丁壬相合，咁就係喺大運裏面咧做到一個財印相合，而佢嚟講咧係財印相合嘅時候咧就反而係名利雙收啦。所以咧喺呢一個22年嘅壬寅咧就係一個應期啦。嗰年咧其實佢同大運咧係歲運並臨啦，但係其實最緊要咧都係睇翻究竟嗰啲干支咧同你嗰個原局係點樣配合啦，同埋係咪你嘅喜用神嚟嘅。咁佢咧本身係嘅木生火，咁啊印星都旺啦，丁壬相合，呢個印星合財，攞到一個更加好嘅名聲，亦都係會為佢帶嚟更加多嘅利益啦。因為佢憑住一個下流上車族咧，就終於攞到一個視後，咁亦都係另外仲有攞多個觀眾在民間嘅電視大獎啦，所以佢都可以話咧係一個雙料視後嚟嘅。喺呢個22年裏面，喺今年嘅乙巳年咧就因為重播翻佢以前嗰套名媛望族咧，就人氣都急升啦。呢個官星透干。財山官咧，咁佢嗰個人氣咧，嗰個名聲咧又更加響亮啦。但係我哋留意到咧，喺地支嚟到講咧，就係做咗一個人身自害啦。人身自害咧就係3刑4沖，咁所以咧，佢今年嚟講咧，其實我哋睇唔到咧，就應該係都幾多變動嘅。除咗我哋咧睇到佢25年咧都係幾多曝光嘅機會之外咧，咁其實咧佢本身人生上面啊，或者係事業啊、工作上面啊，都係會有相當多嘅變動嘅。咁因為咧就睇啲新聞咧就話咧佢好似咧就攞咗視後之後咧就俾呢個 TVB 雪藏，因為一啲合約嘅問題啦。可以留意多一樣嘢啦，就喺一個23年嘅癸卯咧，其實咧係同一個月支咧係天克地沖嘅。雖然咧話財星透干咁沖印星水火既濟，但係如果你本身咧財星太旺嘅時候咧，咁你真係沖得個印星太犀利咧，咁就變咗有反效果。咁所以咧就好有機會咧，就係喺呢一年咧就會佢同呢個管理層咧係有啲唔係太和諧啦。其實江美儀咧，大家睇下佢嘅相咧，我哋都睇到咧，佢嗰個權臂咧就生得都幾好啦。咁佢其實都係行一個中晚運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就係壬寅大運啦、癸卯大運啦，呢啲反而係佢嘅好運嚟嘅。因為咧地支就行官煞啦，官煞就生印啦，天干咧就行財星，咁啊食傷生財。始終咧雙官格咧，雙官生財咧都係一個正用嚟嘅。佢咧如果同呢個印星咧係冇妨礙嘅時候咧，因為佢本身應該有足夠根氣嘅時候，同呢個印星冇妨礙咧，就係可以名利雙收嘅時候啦。尤其是咧呢一個癸卯大運啦，始終卯木咧都係佢嘅沐浴桃花星啦，所以咧佢喺呢一個運裏面咧個人氣依然係有嘅。但係咧都要留意到咧，始終呢個係官星啦，同呢個月支咧係雙官沖官。雖然佢係一個演藝人咧，就可以唔係太怕呢一個雙官見官啦，但係咧有時行咗一啲流年嘅時候咧，都要去注意一下啦。即係譬如咧喺一個29年嘅己酉啊，又再嚟一個咧雙官見官嘅時候咧，就可能咧都會有啲是非啊喺度啦。咁同埋劫財又透干，劫財又克財啦。咁所以咧喺呢一年咧就如果譬如有做生意啊、剩啊啲合夥人啊，就會可能有啲拗撬啊，亦都會因此咧係有機會蝕錢啊咁樣啦。咁我哋今集咧就嚟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Hello，大家好。雖然我嘅 channel 咧主要都係講八字啦，同埋塔羅占卜嘅，但係其實我一直都希望咧為自己嘅會員提供更加多唔同嘅內容啦。咁所以喺本年嘅6月26號起咧，我將會上載自己創作嘅一個長篇同人小說《尋夢記》。《尋夢記》咧係以香港著名漫畫《火鳳燎原》為藍本，以原著入面嘅兩個經典角色呂布同埋小曼為主軸。喺火鳳嘅原著入面呢，小曼係貂蟬嘅真身。咁透過佢哋嘅愛情故事呢，去展開一個追尋人生價值、探索命運同埋宿命嘅旅程。第1章到第3章呢，會係喺6月26日以貼文嘅形式公開上載喺 YouTube。之後呢，逢星期四都會喺付費嘅會員專區更新新一章嘅故事嘅。對於愛情同埋命運都有興趣嘅你呢，相信都會鍾意呢個故事嘅。喺留言區同埋描述欄都有貼文嘅連結。喺度非常感謝大家嘅支持。